后来乡亲啊，这又搁是一件行人地角。伫1年外前，台南一个3岁小妹妹甲妈妈行伫斑马线，结果互车来弄死。昨伫离车祸地点950公尺的所在，阁有行人互货车弄着，弄一个倒向向。 头壳去磕着涂骹，离涂骹是挺真久。好你家在尾啊，阁会当家己行去离救护车顶。啊，这个货车司机除了罚款之外，驾照嘛爱吊扣1年。看到四车顶会当通行一定好，查某人行伫斑马线，才行无到一半，雄雄看到一台大货车对伊驶过来，伊想要伸手甲提醒，也毋过加速完全无打动啊，直接甲弄落，一声是弄甲真大力，查某人规个倒向向，跟他头壳去弄着涂骹，规个人白颠白当。看到出代志啊，经过一段时间，加速才看落车，去关心查某人的伤。 警消喊赶来车祸现场，加在查某人也有法度家己上救护车。轻伤部分，因为毕竟头部有血肿，所以我们有就近送往附近的医院。车祸都发生伫台南，初步调查是驾驶无让行人才会出车祸。除了依法开单，卖吊扣驾照1档，处驾驶人7200元至36000元罚款。 并吊扣驾照1年。2023年5月，台南中期路3段甲成功路口发生着以小麦轰动意外，造成一个死，一个受伤。这摆离以小麦轰动的地点大概950公尺，阁发生着查某人轰动的事故。行人的安全议题，阁再引起着关注。啊，即摆毋是拢车拢会让人。 本身也较有咧准时的，拢会啦。下班时间拢嘛擦到斑马线要过，一定爱经过的。加在查某人无性命危险，也毋过未来敢会比较办理将行人的庇护岛，外界卖继续关注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